天生的听众，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大经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27页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27页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10节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10节。就是解说甲思维一解向，即嘛应该呢，来说来解说一遍。即自心中无非无恶，无嫉妒，无贪嗔，无劫害，明解向。这是六祖慧能大师啊，要来对在会的这听众传授自性的5分法身香。既然叫做讲做自性，那就表明讲这是属于自性中所记住的物件。自性中所记住的物件，就毋是对外面来啦，就是本来啊已经有记住这个物件伫咧。那这个解香在前面已经讲了。达摩祖师讲，这个解香就是能断自恶，能修自善。因为持戒的戒德啊，名叫做解香；一般持戒的功德，名叫做解香。戒德就是解香。也那呢？这还阁是属于外表德。即马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呢，更加搁再啊。较切身的问题，讲即自心中无非无恶，无嫉妒，无贪嗔，无劫害啊，名叫做解香。讲即个解香啊，就是自己的心中呢，无非无恶。无非呢，就是讲无有毋对。无恶呢，就是讲无有罪恶，无有毋对，无有罪恶，无嫉妒，无有这个嫉妒的心，无贪嗔，就是讲无贪心，也无嗔恚心，无劫害，无迄个要劫害人的心嘛。那这呢，就名叫做解香。所以在这个所在所讲，这个解香是啥物？就是讲自性本来呀，就是无有罪恶这方面。所以这个自性的清净心呢，这就名叫做解香。自性心清净，无一切在恶法，这啦就是叫做解香。所以，这个自性的解香啊，就是讲在咱的内心无起一念的迄个恶念。这个恶啊，就是讲要加害别人，要使人受伤害，要使人受痛苦，这就是恶。无有一念的恶念，无有一念的毋好的念头，在内心呢无起这个嫉妒心。嫉妒有一名叫做本来他赢。这个本来他赢啊，就是讲别人比咱较好呢，咱啊心呢就放袂下。这叫做本来他赢。咱俗语有一句就咧讲：万人笑人贫，万人富。就是讲，人伫咧散食的时候，咱共笑讲：哎呀，某人你看真憨慢啊，真袂晓趁钱啊，遐尼才散食。一旦人有迄个本事趁钱，心肝底呢，搁咧共怨啊，迄就叫做嫉妒。所以，这个嫉妒，拢就是看到人比咱较好，咱的心放袂下。毋过每一个人啊，拢有这个嫉妒心。那这个嫉妒心对倒来，这个嫉妒心就是咱众生无始劫以来的一切这罪业的烦恼。
假如讲若是无即个罪业的烦恼呢，当然啦，就无即个嫉妒心。因为咱的妄想心内底，除非了八识的心王，每一个心王都有附带着真正一个心所法，在即个心所法内底啊，就是有即个嫉妒。就是讲咱的妄心的本能啊，就是有即个嫉妒心。所以个个呢，拢会嫉妒。看到人比咱趁较有钱，咱也放袂下；看到人地位比咱较悬，咱也放袂下；看到人的学问比咱较有所成就，咱也放袂下。人的办事能力比咱较悬，咱心肝底呢，也感觉毋是滋味啦。那这呢，就是名叫做讲做嫉妒。这个自心中，事实上本来啊是无这个嫉妒，因为自性本来就是清净嘛。无有贪嗔，贪嗔痴，这是咱众生无始劫以来根本烦恼。看到物件就要贪，贪袂到要去受去，所以呢就有贪甲嗔。贪或者是讲嗔的本身呢，就是不明了事理，所以合起来就变成贪嗔痴的三毒。这个贪嗔痴的三毒，也是由咱无始劫来的颠倒心所造成。事实上，咱的本来自性清净心呢，哪里有贪嗔痴呢？当然啦，就无这个贪嗔痴。这个劫害。啥物叫做讲做劫啊？这个劫就是讲无甲咱讲就共摕物件，名叫做讲做劫。这个劫呢，也有一种的强处的意思，就是讲上强的啦。像讲人伫路咧伫咧行，咱看有一个皮包，想讲嘿内底也可能有藏足侪钱。即嘛骑迄个车骑紧紧，上准准，迄个皮包都甲抢来，这名叫做讲劫啦。这个害呢，就是伤害人。所以这个劫害这两字啊，就是讲咱用个强的手段来去夺取人的物件，也使人呢来去受到性命的伤害，或者是讲受到财物的损失。这名叫做劫害。这个自心中啊。本来是无有非，无有恶，无嫉妒，无贪嗔，无劫害，这名就是界相。一句话讲，就是讲自性本来就是清净，自性本来呢无一切恶法，那这就是自性的界相。讲义定相，讲第二啊，就是定相，讲即。多自善恶境界，自心不乱啦，名定向。这个定向是啥物呢？就是多自善恶的境界。这个多就是看意思。讲这个定向呢，就是看到迄个善甲恶的境界。就是讲看到好的，看到歹。看到这个好的啦，或者是看到歹的这个境界自心不乱，自己的内心呢无散乱啦，这呢就名叫做定向。这个定向，若是较简单讲起来，就是讲自性本来就是泰然不动，自心的寂静呢，这名叫做定向。所以这个定向，甲一般所讲的定向呢，也有所不同。在一般所讲的定向，就是讲有界而成定，有持界，然后呢得到禅定。这个禅定也去修啦，修使咱的心无去散乱，安尼得到定呢，这名叫做定向。伫这个所在所讲，就是讲当咱看到外境迄个时阵，不管这个景象是属于善，或者是属于恶，咱的内心呢，拢无散乱，
袂随着善恶境啊，起迄个内心的善恶念。这名叫做定向。这讲起来实在是真简单，但是要做起来啊，却也毋是安尼遮容易。咱一个人呢，内心拢是随着外境起变化。就参像讲，迄个海水啊，本来是静静，毋过呢，迄个风若大，甲加落甲伫啊，海涌呢都足大。遐外面的风若较细，加起来海涌都较细。就是随境来生变随境呢演变。尤其是咱一个人，假如讲若是意志较薄弱啊，随着迄个恶的境界咧，咱随时啊就去做迄个罪恶的代志。当然，咱若是随着迄个好的境界，也会启发着迄个善心，来去做一项善事。咱呢，可以提出真正一个事实的例起来说明。譬如讲，咱看人伫咧跋筊，本来咱是一个真讨厌跋筊的人，咱也不要跋筊。看人伫咧跋筊，哇，太安尼，一撮钱摕落，哇，赢落甲定一大把一大堆。本来这个跋筊这个境界，这实是一个恶的境界。毋过咱人有贪心啊，看人缀一撮落，即马赢甲一大堆，心肝咧震动啊咧。落地啊望望，我嘛有钱啊，该缀看卖咧啊。所以随着这个恶的境界呢，内心呢就动摇了。内心动摇了，就付诸于行动来做这项代志。但是这项代志莫做便罢，做了到底不得了了。尤其是跋筊这个物件，跋了到底呢倾家荡产。咱必须了解，凡是跋筊伫咧整筊的人，当然呢，伊是无迄个讲开本的，就是讲无迄个讲了本钱的。那要如何来去跋？如何使这个跋筊的人，个钱拢会走对个落地底呢？当然有伊一套办法。因为对跋筊这项代志，老实讲，我毋捌看人跋过筊，也毋知人跋筊这个方法，所以根本无法度讲出迄个所以然。但是呢，在这个报纸上啊，该看出来都可以了解。有真正济，譬如讲设这个跋筊呢，拢就是一种陷阱，就是讲呢，来设一个圈套，也互你呢，将你跋落去。所以上起头呢，可能啊，就故意啊，互你赢一输啦。但是赢了，你才心一个热，规个拢甲投资落去，安尼即马就起了了。也话搁再较严重的，可能跋支票的。虽然钱无摕来无要紧啦，将写的都好啊，看偌济钱啊。所以在过去，也有迄个讲跋筊一搭久啊咧，一间老仔厝几落千万做即马输了了。你看这个问题偌严重。那现在甲这个跋筊共款呢，名做大家乐。这个大家乐呢，可能就是随着迄个爱国奖券的号码。也有咱是属于一种跋筊，结果呢，嘛是有真正侪人倾家荡产，更加有人为着耍这个大家乐，变成呢规家伙拢甲刣死了了。这实是一个真正悲惨的代志。毋过咱人呢，随着这个毋好的境界啊，咱心就动了。心动迄个所在呢，就袂定。那就是因为咱众生从无始劫以来，就受这贪嗔痴等等的烦恼。当然，咱众生呢，也有善性的一方面。所以，当咱看到咱爱救济人，人别人都地下底钱，吟出来伫咧救济，咱自然的嘛发出一个善心，讲无我嘛摕过钱来甲伊救济咯。比如讲，咱伫路边。看到人真可怜大家都拢伫咧甲伊救济，迄当阵自然也引发咱的善心，咱也会晓从地下底摕一寡钱来甲伊救济。所以拄着迄个善的境界，心呢共款嘛是会动摇啦。当然，对于这个善的境界，心的动摇，这毋是讲歹。
虽然毋是讲歹呢，若是讲用即个泰然不动的心讲起来，伊也是即种动，动恶心也是动，动善心也是动。会当我超越到即个善恶的境界，而心袂动乱，这个就是即种的自性的定向。下面三回向，讲自心无碍啊，常以智慧关照自性，不做诸恶，虽受众善，心不执着，敬上念下，经述高明，名回向。这个回向，所以叫做讲做回呢，就是智慧。那什么是这个回向呢？讲自心无碍。咱自己的心呢，拢无碍。这个无碍就是无障碍，或者是无跨碍。要安怎样才会当得到无障碍？要安怎样才会当得到无跨碍呢？就是当好了达一切法空，在外面的环境方面啊，心会当好来远离。心呢，袂着在任何一个所在。袂着在外面，也袂着在内面，这就是心的无碍啦。常常呢，用过自己的智慧来去关照自性，就是讲提起自己的智慧啊，来回光返照，来照料自己的本性，也不做诸恶。不做诸恶，就是讲无去做了种种的罪恶。安尼名叫做不做诸恶。那不做诸恶呢？咱一个学佛修行人进一步就是爱来修众善。但是呢，虽然修众善呢，心不执着，在修善中啊，心啊也无执着这个心无执着修善与心无执着呢，这也可以讲就是修的迄个三轮体空的六道行。六道行的第一啦，就是属于布施。这个布施呢，要来发心布施，已经是真无容易。在这个发心布施中，搁再无着相，这更加较无容易。因为布施必须要用自己的财物来付出。或者是咱的钱，或者是咱的物件，或者是咱的工，或者是咱的身体力量等等，完全拢是牺牲啦。这款的牺牲为别人，讲起来已经毋是一个真正容易的代志。有的人呢，会牺牲无毋对，但是牺牲了呢，在内心就是有一个执着。那执着法讲，哎呀，我今仔日啦，做这样善事啊，我心里真欢喜。某人就是因为我今仔做这个善事，我救一条命啦，若无这条命就无伊啊。因为讲伊自己做这项善事功德真大。或者是讲某一件事，我时常拢伫咧甲伊布施，若无我甲伊布施养护，可能这件事的经济都无法度维持。所以我对这件事贡献真大。深深呢，伫咧念这个代志。那这就是心的执着，在行布施中，心不执着，就是讲咱所有的钱财物质摕出去咧，就摕出去啊。摕出去了，心就无可去甲伊想啊，袂去甲伊记去讲我当时对某一件事布施偌济，或者是讲我当时对某一个人我救济偌济，这就是叫做心不执着。这名叫做三轮体空的无上的布施。下边讲敬上念下，这个敬上就是讲对上辈人有迄个恭敬心。念下这个念就是泯念，或者是自念，就是讲对咱下辈人呢，咱爱甲伊关心，有迄个慈悲来去甲伊关心。这名叫做敬上念下，对上辈人有迄个恭敬心，咱就有功德；对下辈人，咱有迄个关心，有迄个慈悲心来甲伊泯念，咱同款也是有功德。
下面讲经述高明，这个经述高明啊，就是讲咱呢有迄个同情心，要来甲伊救这迄个高明的人。这个高呢，就是讲孤独；贫就是讲贫穷。这个孤独的情形真济，比如讲囡仔出世了无爸无母，名叫做讲做孤儿啦。或者是讲到老的时阵无囝无儿，这名叫做讲做孤单的老人。囡仔爱爸母来去甲伊养饲，爸母甲伊抚养，也无爸无母好甲伊抚养，伊要如何来生存落去呢？即款的人啊，咱爱有迄个怜悯心，爱来去甲伊帮助。这呢，就是叫做亲属、孤儿之类。人甲老都要有囝儿新妇来甲伊奉替。甲老的时阵，或者是讲不幸囝儿新妇呢，比较大声离开世间，或者是根本伊都无囝儿新妇，也是讲囝儿新妇都不孝，拢离开身躯边啦。剩伊一个孤单的老人，伫咧哭哭咧。老人爱人照顾，那无人照顾之下，伊要如何来过日子呢？像即款的孤单的老人，也应该甲伊倾诉。贫就是讲善车人，对于迄个善车的人啊，咱嘛是要有迄个同情心，要有迄个慈悲心。对于迄个善车的人呢，爱会晓来去甲伊帮助。这呢名叫做讲做亲属高明，会当来去做呢，名叫做讲做回乡。这个回乡的意思啊，就是讲自性本来就是观照自在，也可以讲这个自性啊，本来是无一点仔个执着。那么在这个无执着中，会当好来拥受了一切诸法。会当好来发挥着伊的神圣的功能，会当好做一切善事，这呢就名叫做讲做回向。所以伫这个所在所讲的回向啊，甲咱一般所讲的戒定慧的慧呢，可能有所不同。咱一般所讲的这个戒定慧的慧啊，就是讲有持戒会当得到禅定，有禅定就来启发智慧。毋过，六祖慧能大师伊始终是站在自性本自基足的这个立场来说明，所以智慧也是本来基足的物件。那本来基足的这个智慧，只要你心无碍，就是讲你心莫去执着外面的境界。常常呢，用自己的智慧来观照自性，就是讲反观观自性。这当然拢要有智慧妙用啦。那一方面呢，在外表的行为上，不但是讲无做罪恶，反倒倒来，搁在修一切善法。在修一切善法中，心呢，搁无去执着所修的善法。而且呢，对上会晓恭敬，对下会当来观念，会晓来经述高明。这呢就名叫做讲做回向。所以，六祖慧能大师，你虽然是讲真深啦，但却是无废了世上的修行。当咱伫咧听这部六祖大经的这个时阵，咱必须要了解。六祖慧能大师，伊所牵用的乃是理事圆融，并毋是讲一味偏在理的方面。当咱伫咧了解这部六祖大经这个时阵，假如讲咱理若是当好了解真深，这当然是真可喜的代志。假如讲咱理袂当好了解真深，那咱就慢慢消除咱的执着心，慢慢消除咱的分别心。不过，在消除咱的执着心、分别心这个时阵呢，咱毋通落在空，毋通落在空茫。另外，慧能大师啦，伊虽然是牵用迄个理真深，却是呢
我若是真正明白啊教咱啊，我若是依照思想修行。像伫遮所讲的，不做诸恶啦，也虽然受众生，心不执着。这就是教咱啦，爱来断恶修善。而且呢，教咱呢对上爱有迄个恭敬，对下爱有迄个怜悯。那对上的恭敬，对下的怜悯呢，这呢拢就是属于外表的，属于思想的修行。但这个外表的思想的修行，也是对内心所起。尤其是咱的上辈者，咱的前辈者，伊是咱的先知先觉。那既然是咱的先知先觉，伊对佛法的了悟比咱较高深，伊对佛法的造诣比咱较悬伊对佛法的开悟、对佛法的接触比咱较早，当然就是值得咱家恭敬。所以咱对在上的人的恭敬也会当培养着咱的功德，也对咱的下面的人。咱敬都还有迄个怜悯心来去甲伊怜悯。虽然是讲经术高明呢重要，也是个回头倒转来心呢不执着。所以自性本来是观照自在，智慧的妙用本来就是无障无碍，会当安尼来去运用。那这呢就是遮所讲的自性的回向。注意看先听足，咱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到。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的六祖坛经，就讲到这个所在。感谢诸位收听，祝诸位法喜充满。